嘉义中部运动公园伫今年6月底完工启用，这公园内底有囡仔耍的游乐设施。不过顶日却传出讲，这囡仔无细腻去捡到尖尖的物件，说流血流地。目前这游乐设施暂时封起来，县政府也要求厂商着爱检查佮改善。工作人员伫公园游乐设备木造铺面顶头出一块软点仔，因为顶日有囡仔伫遮耍的时阵无细去跋倒。 结果靠着钉仔受伤，流血流地。他就说他撞到头，然后很痛啊，因为他伤口满身血都是一直流，那他一直摸，所以整个脸都是那时候都是血。跌倒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啦，对啊，只是不知道跌倒之后会抹到那个钉子一样。这个运动公园启用到今差不多有半冬的时间，游乐设施害囡仔受伤，相关单位赶紧暂停这个设施，嘛要求厂商随来改善。除了那个凸出来的部分，其他的平板，我们也是考虑到说做预防措施。那我们全面性都把它铺上平板，可以提升整个安全。囡仔安全，拢嘛是爱顾，嘿啊，伊也做防护做啊较好咧，大人就较安心啦。真正有防滑效果啊，摔落嘛较袂，比如讲小朋友摔落断落有啊，嘛较袂受伤啊。县政府强调，这个设施改善了后，会伫明仔载也是后日搁再开放。 刷来嘛会针对原来有烧伤目做规家公园游具全面检查甲加强，希望袂搁发生同款的代志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